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中原地產，我係 Stella。今日嚟到根德角介紹呢間網球場嘅筍盤，呢度位置非常之啱家長客，隔離就係喇沙 Marina，我哋一齊望下。呢度係根德角3座高層該室，實用1274尺，咁呢個南北對流嘅個廳已經飯廳向南，客廳向北，咁呢個景呢係非常之靚㗎，望到牛津道球場啦，獅子山，成個獅子山望晒，對面 Marina， 呢邊就係喇沙，兩間名校，返學非常之方便，有個大露台，好實用㗎。呢個係80年新鴻基樓嚟嘅。又有個玄關位啦，呢度大廚房，呢度仲有個工作間擺嘢啦，裏邊先係姐姐房。咁呢個係3間房，我哋去望下。3間房都好大嘅。呢間佢哋攞嚟做書房啦，但係呢間係睡房嚟嘅。兩間房向南，呢兩間房都係向南，兩間客房向南，好安靜嘅佢呢個位置。客廁，咁主人房就向翻球場，所以向北嘅。望到球場，哇，幾舒服。仲有獨立嘅衣帽間，主廁。全部有窗，呢間連埋一個大車位，如果大家有興趣睇，歡迎隨時 call 我啊！多謝各位收睇，拜拜。